人心内，三位上帝甲咱相同，一世到万世代，一世到万世代。好，真水真柔和一首诗歌吼，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你即摆是坐伫个礼拜堂内底，还是你坐伫个电脑正前准备要来敬拜主，这拢是上帝听咱的证明啊！就亲像即首诗歌所讲，吼，爸囝信心赏赐咱大福，也听咱亲像囝儿。哦，即个听是通过耶稣基督，服侍咱每一个人来显明的。哦，所以咱即马要邀请你来用圣诗第258首，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来回应。哦，爸囝信心对咱的听，哦，咱来吟全首第258首。咱齐声感谢上帝，听他怜悯到万世，圣经讲世圣日盛会，世温求人写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圣花遍满天的，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经历耶稣圣花，甲被上帝三交会，上帝圣花无论路用，我可基督就。本注定天定成数，甘愿降生受艰苦，只求人类脱离死罪，因带情人入圣会，信心迷离，保护照顾，藏南河大桥。感谢主所以咧，咱每一个人毋单是要来学路开喙、学路敬拜主尔，咱也着听主的话，听主的教示，着亲像咱刷来要用的这首诗歌，圣诗191首，圣诗191首，你的话实在做阮骹前的灯。这首诗歌讲到耶稣是咱的骹前的灯，伊也是世界的光明。也是万命的美流，所以真简单的几句话就甲耶稣的迄个属性讲甲真清楚。好，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较轻快，所以邀请大家用一个较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咱这首来吟全首。你的话实在最远较近的灯，你的话却是万里满足耶稣。你的话实在最远较近的灯，你的话却是万里满足耶稣。世间情感你有关山黑暗。阮
在最弯卡前的顶，你的话宣扬主耶稣的厉害。这间真讲你是我命美牛，是我一切快乐乐时光。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真好，真水。接下来咱要来唱圣诗第505首，圣诗505首。我要重视这首诗歌，你若悠来读这歌词，你第一节的歌词吼，我要重视，我要坚强，我要纯真，我要勇敢哦。即敢若像大家人拢做会到的代志。煞无第二节吼，前半段我要听人，我要施舍，这可能是一个较好的人嘛，应该做会到的代志。总是我要谦卑，我要仰望，我要仰望学主听人，这就是。真无容易的代志咯吼！那第三章你来看，我要祈祷，我要进入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的招呼，我要坚信，我要应对救主的脚步。这实实在在就是咱基督徒的特权啊啦吼！甚至是咱的特权。所以这个是我无同款的情绪，邀请你来唱的是我，邀请你来唱的时阵，也来想象吼。原来咱伫咱这世间来临捌主进前，临捌主以后，其实是有生命有无共款的改变。咱这首诗歌咱来吟全首。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个话，着记伫心内，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咧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绑伫头壳徛顶提醒，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咱若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吩咐，伫伊的面前遵行伊一切的诫命，伊会欢喜接纳咱。咱三甲内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圣诗258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咱三甲来祈祷，请同阮的救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调记你。恳求主听从阮的祈祷，赦免阮的过失。伫阮行踏世间路途的中间，阮常常因为软弱、自私也是无知，来得罪你，也来伤害阮身边的人。恳求主用你的保护再次来洗清阮，互阮再次行伫正直的道路。主，阮也再次感谢你，用你无尽的恩典祝福伫阮济南教会。伫即摆的会员好会中，阮顺利来选出新任的长职，也甲阮的牧者团队，甲所有的同工做伙来计划明年度的事工。恳求主赏赐属灵的智慧，伫阮的心上，互阮明白你的旨意。伫即个摇带不安的世界局势，以及面临侪侪挑战的台湾社会中间，你的公义你要临到，恳求主也互阮来明白你所要互阮
传扬福音的使命伫打落，也恳求主保守阮正当工会友同心一致，互阮的教会成做出外人好休困的所在，送乡人的避难所。伫你圣神的引带之下，人人同心合意，为着起造你的国度来努力，用听甲公义来见证你的荣耀。听阮的主，阮伫遮也再次来孝念阮教会内的肢体，特别为着阮年长的长辈来祈求，恳求主你加添因的福气，医治一切的病痛，也互因伫信仰的中间来得到平安，并且会当继续将信仰来传承互阮的后一代。但阮知阮的祈祷是无完全的，阮要照着在早主你教示阮的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5篇，咱圣诗后面1025页。启用文第15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圣诗第51篇。咱三甲来启用。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由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做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成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咱说搁三甲来吟圣诗第191首，伊的话实在做阮骹前的灯。正诗第191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伊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你的话启示我。
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但阮陪伴阮家己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灵即时临到，照光阮的心内，互阮看见家己的软弱甲欠缺，引带阮的骹步行伫你的旨意的中间，也恳求主你的灵来保守阮，对你的仆人黄春祥牧师传达的话语，互阮的心灵来得到透放。灵心来得到快乐，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来活出基督的款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8节，旧约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8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上主讲：雅各，我的仆人，担着听；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听咧。捏造你，对母胎就塑造你，要帮赞你迄位上主安尼讲：我的仆人以色列，毋免惊，你是我所听、所拣选的。我要摒落水，互喙焦的地；我要互焦燥的地有溪水底流。我要将我的神摒互你的后代，要赐福气互你的子孙。因要亲像草伫水充足的所在大长，亲像柳树伫水直直流的溪边生长。有人会讲：我属上主。另外一个甲家己号名叫雅各，搁一个伫手的顶面写上主的，自称做以色列。上主统治以色列的救赎主，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以外无上帝。啥人会当甲我比？就出来讲。我捌对古早的子民有过要发生的代志，伊嘛通安尼宣告将来的事。恁毋免惊，嘛毋免喘。我减无早就对恁宣告，恁是我的见证人。我以外减有上帝，减有互恁通闪避的石盘，我知连一个都无。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这点，请阿插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因要吟的诗是《当咱活的时》。
这点请黄春生牧师讲道，刻伫心上的刺青。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早起24班通过，当咱活的时，带领咱来敬拜。迄个歌词内面咧讲起，无论是活着，还是伫死亡，咱拢属上帝，咱拢属上帝。这歌词也应对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巴比伦伫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中间，生甲死拢操作伫即个奴隶主人的手头。但是先知伫这第5节咧，甲因讲，因到时阵要告别因的信仰，讲我属上主。即句话实在是真要紧。因为已经咧讲起，因的性命无搁属伫奴隶的主人的手头，乃是要属伫上主。咱会当去想象一个画面，伫古早巴比伦的边洋的顶头，迄个风的架，以色列人带伫因受掠的布棚内面，因目睭看远河边，心内伫遐想讲。上帝敢真正搁伫地吗？上帝敢真正搁伫地吗？因过去捌有因的国家，有因的王，有因的圣殿，但是现主时，搁国破人亡，圣殿受毁败，王也受掠，伫因的信仰的世界，差不多放弃啊。连因上要紧的信仰价值，因信仰上主耶和华，因嘛动摇。因为古早时阵的战争，就是生命的战争。因要战争的时阵，拢会掠生命出来，死伫遐的征战。因已经死去啊，代表因的神安怎已经败去啊。但是咱知影以色列人因无有迄个生命的偶像之地，所以伫受掠到伫巴比伦的时阵，因啥物拢无啊，包括因手头嘛无有会通去敬拜的物件，总是后来伫巴比伦的中间，因发展起来即个会堂的敬拜。即个旧约学家 John Oswald 伊咧指出。这段经文必须要放伫受掠的百姓的绝望的中间来理解。受掠的以色列人，因失去家己的土地，失去因的圣殿，因也失去对上帝应允的确信。伫这款黑暗的中间，先知甲因讲啥物？讲我的仆人以色列毋免惊，你是我所听的，我所拣选的。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伊毋是一个空空的安慰，乃是咧讲起上帝要亲自回应因的谣言，因为因战败去啊，人会踢笑你的上帝伫大，互阮看。但是伫遮，先知甲因讲，毋免惊，毋免惊。这段经文内面，也互咱会通去看到。受掠的以色列人，因必须要重新学习去认捌上帝。过去因所认捌的上帝，是迄位伫锡安山山顶的神明。但是因受掠到伫巴比伦了后，因重新的思考，阮的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上帝？先知伫遮甲因提醒。咱的上帝是迄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虽讲以色列人受掠，因感觉上帝哪亲像无去啊。但是经文内面，咱看到，真伫讲上帝是迄一位捏造的上帝，塑造的上帝。这两个同事拄拄咧带因转去到伫创世纪内面的故事，
会讲起上帝毋敢若是迄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搁较是历史中间会塑造、会引带伊的子民的救赎主。上帝的创造，伊的行动毋是停留伫创造的开始，乃是历史的中间继续会引带伊的子民。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8节，伊毋敢若是一个安慰的话，其实搁较要紧的是，重新来起造以色列因对上帝的认捌，通讲是新学的重新起造。上帝直接宣告，伊有权的创造，伊有权的掌权，甚至伊也呼召以色列人。伫迄个流亡的所在，重新来认捌伊。点彩咱伫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处境，咱有当时嘛会感觉讲啊，遐尼大的艰难，世界真大的挑战，咱若亲像要失去信心，总是上帝通过先知安尼讲。毋免惊，你是我所疼的，我所拣选的。所以，互咱看到咱所信仰的上帝，伊伫历史的中间会重新来塑造伊的教会、伊的子民，互咱伫困境下方的中间，搁一遍看见上帝的荣耀。咱来看今仔日这个经文，首先咱来看第1节甲第2节。第1节甲第2节，上主讲：雅各我的仆人，担着听。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听咧，这个呼声毋是对一个青云人所发的，乃是上帝讲我所熟悉、我所拣选的。上帝认捌因，以色列人受了到伫巴比伦伫遐做奴隶。但是上帝呼声伫遐甲因讲，要听咧，要听咧。伫这经文内面，会讲起雅各我的仆人，这个仆人伊本来文的尾，通常翻译做奴隶。咱来知影讲，因受了到伫巴比伦即阵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拢成做巴比伦主人的奴隶，但是。第1节经文会甲咱讲，因要恢复成做上帝的仆人，对奴隶成做仆人，这是一个转变。虽讲希伯来文的语言拢同款，但是中文的翻译是无同的。奴隶是较歹、较无好、较卑贱的仆人。是啥物？那亲像一个使者同款，上帝要差遣因。但是伫即个经文内面，会讲起因要恢复因的身份，成做上帝的仆人，这是一种讨棒的宣告。因要对巴比伦主人的手做奴隶受讨棒，成做上帝的仆人；对人的奴隶，成做上主的仆人，所以伫遮是一个真要紧的。先知通过安尼会甲因讲，恁要得到讨棒啊，恁要得到讨棒啊。仆人毋是个别的迄个弥赛亚的人物，乃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代称。因为伫遮会讲起我所拣选的以色列雅各，其实毋是咧讲迄个人。乃是咧讲即个整体的即个民族受救赎共同团体的身份，互因知影，恁毋是巴比伦的奴隶，乃是耶和华上帝的仆人，是属于上帝。上主伊无弃杀伊的子民，伊要伫迄个下远的所在，搁一遍宣告。因是要成做上帝的仆人，就是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啦。这个仆人的身份是一种呼召，
做原本因做人的这个路呢，性命是逼真的，但是真做上帝仆人的时阵，毋是逼真的，反倒转是领受一个新的使命的记号。以赛亚书44章，伊的迄个核心的重点，就是要来讲起，因是受拣选，这个受拣选毋是特权，乃是一种使命。因受呼召，毋是为着荣光家己，乃是要来荣耀上帝。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毋是在伫因真强的时阵，上帝甲因拣选，毋是，乃是伫因拄着困苦的时阵，无法度倚靠家己的时阵，上帝呼召因，所以呼召即阵卑微的民族，互因伫世界中间会通成做公义甲人民的器具。所以当上帝搁一摆称呼因做我的仆人的时阵，毋是咧安慰，乃是要互因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车牌。因为上帝的奴仆、上帝的仆人，都是爱去宣扬上帝。所以上帝是要甲因讲：恁是属于我的，但是恁爱为我来做见证来活。这嘛是提醒咱今仔日每一位基督徒，咱有可能伫咱生命中间会失败、会软弱，但是上帝伊的话语要提醒咱，伊互咱知影咱甲伊的关系悠远继续，甚至改变的生命，搁要安怎？搁要成做一个受差遣的仆人。而且第二节经文内面讲“我所听”这个语言，伫原文内面也是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伊甲翻译做耶稣伦。耶稣伦，这就是正直的意思，也是讲良善的意思。耶稣伦这个语言伫《申命记》33章嘛有出现过一摆，迄是讲起上帝对以色列肯定的称呼。耶稣人就是讲，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 good man， 是一个好良善的人。但是咱甲想看觅，以色列人因敢真正是耶稣人，敢是真正直无呢？因受了以前伫南国犹大的时阵，因背逆，因拜偶像。因做歹代志，这个歹代志包括伫社会中有权有势的人，伫遐欺负社会的基层的人，因的司法无公正，等等遮的，因照着咱前下所认捌的，因毋是耶稣人，因毋是正直的人，但是上帝为什么伫遮称因做正直？良善，这拄拄是上帝恩典的奥秘。上帝无因为因现主时的失败，甲因指控，反倒当是用救赎的眼光来称呼因。意思讲，因上帝拯救因、救赎因，因将来需要活出一个耶稣人，这款正直的生命。因的未来，上帝指示因爱成做一个良善正直的人。所以，上帝是用耶稣人这个语言来称呼这群受掠的百姓。因原本不配，但是上帝听，承认到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咧软弱、怀疑、失败中间，上帝会安怎看咱？若是用这段经文来看，上帝会用耶稣人来看咱，伊袂看咱过去的败坏来定义咱，就是这款的人。无，伊要互咱知影，伊要拯救咱，伊用恩典重新号咱的名。伊伫遐话讲：“你是我所疼的，
伫我的目睭内，你是正直的人。伫这第20节中间，上帝自我启示，伊伫遐启示啥物？讲我是塑造你的，我是捏造你的。对舞台开始，我就造你。这个捏造甲塑造，这个字眼，拄拄是咧回应创世纪的一开始的记忆。以色列人因受掠到伫巴比伦，摊拄仔讲起古早时阵的战争，就是生命的战争。因战败啊，所以对方会踢笑：恁的上帝伫倒落？恁的上帝伫倒落？因会伫遐踢笑。所以巴比伦的人会讲：阮的神比你的神较厉害啦，较大啦。所以对因来讲，以色列人失败去啊，受掠到伫巴比伦。因会问讲：上帝啊，你伫倒落？因会犹疑，为什么阮会失败？是阮的上帝伤老，还是安怎？但是伫遮，先知会甲因提醒：我是捏造你，对舞台就塑造你。这两个动词，就是咧提醒因，转去到伫创世纪的记载。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甚至上帝伫遮通过先知咧甲因讲：我要恢复恁的身份，恁过去是恁现主是巴比伦主人的奴隶，但是我要互恁搁一遍恢复恁的身份，成做上帝属于上帝的仆人。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应允，这也提醒，这款的救赎本身是一遍的重创造。上帝唔单单是创造天地的主，上帝也要伫破碎的历史的中间，重新来起造、来塑造，互因对巴比伦流亡的中间，重新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作品。所以，上帝是一位搁创造的上帝。上帝的创造毋是伫过去的事件，是现在继续的进行，悠远伫咱的中间塑造、更新、成全的上帝。接着，咱来看第3节甲第5节，遮所描写的，这是一个上帝应允甲更新。上帝咧讲：我要摒落水，互喙焦的地。这个画面真特别，土地拢焦燥，无有生命。迄款的焦燥，哪亲像人的心灵共款。焦燥的生命，哪会通有亲像有水伫伊的内面？就会当怎？会当活起来。喺热天的时阵，我捌种花，种伫花骹内底，袂记咧压水就安怎，冷死去。我就紧安怎摕一卡桶仔，将花安怎规丛甲放落去。迄差不多吼，放半点钟，迄花就搁生出来啊，好好。迄也较慢去吼，就规丛死去入去。所以弄水了后，花就活起来。所以先知直接用这款的画面，要互咱知影，咱的生命爱有这个水，但是伊搁进一步来讲，我要将我的神摒互你的后代。所以上帝的水是啥物？就是伊的圣神啊，伊的灵，伊的神。古早近东的文化。因认为水是安怎？水是生命所想事创造的能力。所以当上帝讲要将水灌压的时阵，这毋干那是一种物质上会通得到滋润，搁较是伫内在灵性的更新搁重创造。所以伫遮，上帝讲：我要用我的神摒落。互因的子孙，这通讲是安怎？原本
这个神是停留伫个别的领袖顶头，因为伫上早的创造的故事的中间，咱会通看到上帝的神运行伫迄个水面，上帝的神如哈埃罗希姆，这是上帝的神运行伫这个混沌的大水的顶头。后来如哈埃罗希姆降临伫摩西的身躯顶，降临伫以扫的身躯顶，大卫的身躯顶，甚至是先知士师。如哈埃罗希姆上帝的灵是降临伫遮个别的人，但是这段经文却甲咱讲，上帝的神要降临伫所有的遮受竞选的后代的生命的中间，已经毋是一个个人得到圣神的充满，乃是一群信仰的群体来得到圣神的同在。这已经是一个真特别的理解，因为亲像新约内面五旬节圣神降临的这个预言，讲伫五旬节的时阵，圣神降临是伫无分年长年轻、贫贱富贵，所有的人拢会通领受圣神。这就若亲像《使徒行传》第2章17节所讲的。我要将我的灵灌压伫见若有血气的人的身躯顶。美国卫理公会神学家威瑟顿，伊伫遐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伊讲如哈埃罗希姆，这就是新约甲旧约中间上要紧的连结，因为上帝的神，互迄个怕远要死去，会通安怎？看见活命的溃烂，新约的内面，圣神和遐个绝望的人点导因的愿望，那亲像耶稣的学生伫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了后，因四散，因伫遐那亲像失去愿望，总是经验上帝灵临到的时阵，因受更新，更新了后。那亲像受上帝灵重新塑造，成做一个新的上帝国的群体。这款的图像实在是真特别。线只先知佫用一个图像，来讲到柳树、柳树。伊讲柳树会伫水充足的所在，伫遐大长。这是一种有充满生命力的图像。意思讲，上帝灵如哈埃罗希姆临到的时，毋干那外在的处境、外在的改变，甚至内在也会改变。互因原本伫遐人会甲啼笑，恁的上帝伫叨落，因会通重新有迄个气力，会通信告别因的信仰，阮是属伫上主的。所以这就是第5节内面真要紧的。咱来看第5节，伊遐安怎讲？讲有人会讲我属上主，另外一个甲家己号名做雅各，搁一个手顶面写上主的，自称以色列。这就是上帝神灌压了后的这个果子。伊有一个新的信仰的认同。当巴比伦人将因当作奴隶，看轻因的上帝，但是因互上帝的神充满的时阵，因会通去感受到，因毋是一个奴隶，乃是要成做上帝的仆人。这是一种新的灌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安尼讲起：人人要在手臂上刺着上主的名号，伊要伫因的手刻上帝的名啦。
要伫因的手刻上帝的名。古早军东的世界，若是战败，诚做落咧，伊的身躯顶就爱刺字，刺啥物字？刺对着主人的名，伊是属于啥物主人的落咧？所以，伊若掠着这个战败者掠来的时阵，因会分配。这个是分配摩米人做因兜的奴隶，这个人是分配互王做王的奴隶。因的身躯顶都爱刺字，这个刺字，迄当时的军人嘛是共款，有的军人嘛爱刺字，表示伊的忠心。所以这个刺字是一个所有权的概念。这个刺字是一个忠心的记号，所以你会当去想象到，即阵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人，因的身躯顶拢刺字，伊是属于啥物主人的？伊是属于尼布甲尼撒王的，还是啥物人的？就刺字。这是一个真见效的记号。这个见效的记号要得到转变。所以圣经第5节安尼讲，有人会讲：我属上主，我无属伫刺字迄个奴隶主人的奴隶，我刻伫我的心内，我属伫上主。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上帝要除去因的见效，要除去因的见效。伫1950年6月25，罕战爆发。伫迄个战争的过程中间，有21000多名中国的志愿军受联军掠起来做战俘。这个战俘，因本身有的人就感觉讲，因无愿意转去中国，所以迄当时因就选择伫因的身躯顶刺字，刺啥物字？刺反共抗俄，三猪八毛，有无？咱若中间你会当去看迄个历史，你去搜寻反共抗俄三猪八毛，你找相片就走出一堆。迄当时真侪人会胸孔顶头搁刺一个车轮旗，对毋对？搁刺着反共抗俄三猪八毛。因咧表达因要归属啥物人？我要归属中华民国，我无要转去共产党遐。当然，迄当时嘛惊讲吼，有迄个 spy 藏伫迄个中间啦。但是吼，迄当时的政府真厉害，将这人送转来台湾了后，送转来迄日叫做1月23日吧。所以咱也印象知影，123叫啥？自由日嘛。这个人转来了后，哦，拢互人当作是反共义士。结果你敢知影？这个人后来拢是安怎？集中管理啦，因为毋知因会变啥物吧。迄当时的政府将因塑造成做一个英雄，这是咱。看到历史的中间，你看刺字伫身躯顶，咧表达因的忠心。迄古早时阵受掠巴比伦的人，因嘛身躯顶刺字，刺伊的主人、奴隶主人的名。其实以色列人因是禁止即款刺字的，因为利未记19章28节讲袂当伫人的身躯顶安怎刺字。因为我是耶和华，这真特别。为什么我是耶和华？因为上帝嘛无爱咱将伊的名刻伫咱的身躯顶，要刻嘛是刻伫咱的心内啦。但是伫外邦的世界中间，战败者因的身躯顶拢爱去刺字，伊是属于摩米人的。先知以色列人知影。无因为外在的刺字，来安怎？
雷子，反倒倒来将我属上帝、我属上主刻伫咱的心内，因为将来回归了后，得到讨棒，因搁较会当大声宣告，我是属伫上主。这毋干那是要来讲出一种信仰的立场，搁较要来表达咱是属伫什么人，咱属伫上帝，咱就爱活出上帝的款式。再者，咱来看第6节到第8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搁一遍咧启示上帝，因为对巴比伦人来讲，恁战败啊，恁的上帝真老。但是先知直接讲，咱的上主是甚物款的神？伊是统治以色列救赎主，看到无？伊要救赎，意思伊要出手啊！上帝讲，伊是开始，是结束。这个描写嘛，伫启示录第1章17节，迄搭海讲起，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起头的，我是落尾的。伫受掠的处境的中间，先知搁一遍咧甲以色列人讲，咱的上帝是超越巴比伦帝国的上帝。迄敢若嘴讲，敢一定是安尼？这对因来讲，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实际上以色列人已经受掠到入巴比伦啊。因的身躯顶拢刺着迄个罗雷主人的名，你甲想看觅？先知安尼讲的时阵，这有偌大的信心？最因开始伫巴比伦的时阵，有开始这个会堂的敬拜，开始会整理因对上帝的认捌，写作圣经，将过去对上帝咱的历史开始写落来。上帝直接宣告，伊毋是一个地方的神明，伊是历史的主宰。因为宇宙的开始甲结束，拢伫伊的内面。所以上帝是超越历史、超越帝国、超越时间甲空间。所以伫这个话，毋干那是对偶像崇拜迄款的对抗。搁较是要建立上帝子民的信心。以色列信仰毋是建立伫国家有啥物款的军事力量，毋是起坐伫圣殿，也是君王的顶头，乃是上帝本身，才是因真正信仰的对象。所以上帝讲：“我是开始，我是结束。”历史是对伊开始，也对伊完成。伊是创造的起点，嘛是救赎的完成者。这就是一段经文所要互咱了解。而且上帝发出声音讲：啥人会当甲我比？就出来讲。这句话是对巴比伦的正神民的呛声挑战。偶像受造了后，会当刷来刷去，互人拜。但是伊无法度开嘴讲话，无法度讲语言，无法度救赎。但是上帝安怎，伊会当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代志。这就是后壁咱继续看的时阵，先知就讲出来啊。上帝要兴起波斯皇帝，这个居鲁士，伊要真做打败巴比伦的溃烂。伊要互以色列人才受掠的奴隶得到讨棒。先知咧讲，上帝是历史真正的主宰，伊预言这件代志。确实，历史的中间嘛发生，波斯帝国起来打败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过去的取笑以色列人讲：恁的上帝伫倒落，互我看。但是伫遮，先知安尼讲上帝所发出的声音，啥人会当甲我比？
就出来讲，以色列人认为因的上帝去互巴比伦的神拍败去，但是第8节先知安尼讲：恁毋免惊，嘛毋免喘，因为掌管历史的毋是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嘛毋是因的神明马杜克，毋是。掌理历史的是耶和华，是上主，伊悠远的掌管。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迄当时来讲，因的信心的挑战。真正，因后来若有即款的信心，因真正去看到上帝来兴起这个波斯皇帝来打败巴比伦皇帝。第8节后半段安尼讲：我以我减有上帝，减有恁通闪避的石盘，我知连一个也无。这是以赛亚神学真要紧的所在。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稳固的上帝。这是伫巴比伦迄个道神的信仰的中间，先知的讲起，无有上帝。因为巴比伦降雨水的有雨水的神，地动有地动的神，战争有战争的神，丰收有丰收的神。巴比伦的神明是安怎？真多，亲像埃及的神明同款。但是伫遮爱讲起，上帝讲：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以外无有上帝。甚至伫遮讲，伊是石盘，石盘就是稳固的意思。无论外在安怎摇动，世界局势安怎变动，战争若失败无拄拄，咱就完全输去。这个宣告是要互以色列人知影，恁毋通阁去倚靠外邦的神，莫阁去找其他的保障，真正的保障只有上帝而已。甚至，阁转来到第8节内面所讲的，讲恁是我的见证人，恁是我的见证人，因为真正上帝兴起波斯皇帝来打败巴比伦这件代志，恁爱为我做见证。以色列存在，就是要互列国知影，上帝是真正的神，伊创造，伊救赎，伊会来宣告未来要发生的代志。然后因就安怎做一个见证人，就是转来到伫头前所讲的，恁是我的仆人。所以上帝的仆人是带有使命的，上帝的仆人就是要做见证的。当上帝如哈埃罗希，上帝的灵临到因的时阵，因就有迄个气力。这个对应到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迄段经文安尼讲：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我做见证。有无？爱为上帝做见证。圣神的充满是为着上帝来做见证。圣神的充满毋是要得到5颗钻石啦，毋是啦。圣神的充满是要为上帝做见证。救赎是咱毋是信仰的终点，救赎是为着咱做见证，是一个信仰使命的起点。咱甲想看卖，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教示？第一项要紧的教示，咱看到伫第20节讲毋免惊。伫第8节讲，恁就爱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因的生命、信仰的历程是改变的。对迄个惊吓，到伫见证，对看路成做上帝伫时代中间的见证人，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一个改变。所以上帝毋是伫遐甲因讲啊，恁就直接乖乖做奴隶就好啊。
有一天恁就会当出头天，啊要等到当时。爱有行动，圣神互因有气力，互因会当有行动。所以上帝甲因讲，恁爱做我的见证人。其实教会的存在嘛是为着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伫历史中间的救赎。这个救赎是为着要互人伫迄个败坏堕落，也是软弱的中间，重新得到气力。迄个气力毋是咱家己的气力。圣经内面讲啥？亲像大树的土地有水降临，亲像人的心灵需要如下的落险，上帝的灵、上帝的神临到。迄个生命的改变，毋是靠家己，是靠上帝。伫咱的现代社会中间，偶像无过是迄个金银、茶、石等等遮的物件。伫咱现代的偶像真侪是权力、成功，甚至科技等等遮的。但是先知所传的信息咧，提醒咱，除了上帝以外，无有真正的神。所以咱需要定心来起造咱的信仰，实实在在宣告讲：我属上主，我属伫上主。所以咱会当看到，因对迄个行兄到伫做见证，将来要对受掠到伫受欺骗，这是一个大的转变。2022年，这个 Russia 甲乌克兰战争去侵略这个乌克兰，而这个乌克兰中间有真侪厝毁坏去，人民死散。伫迄中间，我时常为着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祈祷。我嘛看相关的报道，迄当时有一寡青年找我，因讲因要去乌克兰做迄个国际军团，爱我为因祈祷。啊，嘛有人伫咱遮会分享伊伫乌克兰咧做义工的过程。其中有一个学生，伊其实是伫乌克兰读迄个航空博士啦，学校关起来，所以伊去做义工。啊，后来伊是台湾人，伊转来台湾，啊来熟悉我。啊，后来伊得到日本的迄个饥饿对策这个机构的协助，找派伊到伫当地。伊伫咧当地去一个新学院。迄个新学院伫迄个中间，真做一个避难所。迄个新学院的院长伊凡鲁森，伊面对迄当时到底要撤退，还是要留落来？结果伊选择伊留落来。伊的厝，互热烧的兵仔拢抢了了。伊讲。我嘛真惊，我嘛有厝，我嘛有家人，但是上帝对我讲，毋免惊，你是我的仆人。这是迄个牧师所讲的。所以后来伊将新学院教会成做一个难民的避难中心，留落来的兄弟，逐工伫遐怎准备食的分药品，带领遮的市民做阵祈祷。有一回，伊家己骑着脚踏车，进入迄个热烧控制迄个布查，伫迄个所在替人送药啊。所以伊到伫遐的时阵，就是伊将布查所看到的路边拢死人即款的景象，伊甲翕出来。这个鲁森这个院长将这个代志报转来了后，大家才知影，热烧伫这个布查进行一个大屠杀。所以这个牧师安尼讲，热烧因要毁掉阮的国家，阮会一个大汉人歌利亚的战争啦。有人会问伊讲，你为什么要离开？
伊讲，阮的存在是要见证上主伫即片土地的同在。这个故事，互我看到，亲像以赛亚书44章遮所讲的：毋免惊，恁要做我的见证。当然，伫迄个中间，因嘛有侪侪信徒离开因所徛起的所在。有人留来，有人离开，但是咱爱知影，无论留落来还是离开，拢有因的选择，因的原因。咱拢需要去尊重。离开的人敢较无勇气，无拄拄，因为后来遮真侪离开的人，伫战争的第2年了后，因发起什么行动？你敢知影？发起讲预缴所得税3年。咱的国家战争无钱啊，所以过去你的所得税偌济？咱来预缴所得税，互政府支持咱的家园。这个牧师讲，阮咧做的是一种对抗大汉人哥利亚的勇气。哇，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对迄个惊吓到做见证。有当时咱拄着艰难的时阵，惊吓。但是，莫互惊吓拍败，恳求圣神成做咱的帮衬，咱的气力，互咱会当为上帝做见证。第二项我要讲的，圣神的管压，甲教会的更新。这段经文是一个应允的经文，应允受掠的百姓，因的心灵若像打扫的土地，但是要互圣神亲像水灌压伫因的中间，这是一种生命顶头生的一个画面。圣神的灌压，毋是迄个情绪高涨，毋是祈祷足大声、呼天抢地即款的，毋是啦。圣神的充满，毋是一时阵灵性的迄个兴奋。毋是这，真正圣神所带来是种生命更新的过程，不断互圣神来塑造、起造。今仔日的教会，咱就若亲像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共款，检在信仰上，亲像迄个打扫的土地共款，人人刻薄意义，却拒绝真理。人人较无疼，却惊烂卫生；人人较无自由，但是却互罪来束缚。圣神的更新，就是要互咱这冷淡的心会通火热，火热安怎去行公义，安怎去好人民，甲社会上受压迫。加赞的人三个低地，所以复兴毋是一个热闹的活动，毋是。复兴是圣神伫正人的中间的做工，若像先知约珥书内面所讲的，讲我要将我的灵灌压伫见若有血气的人的身躯顶。所以灌压毋是要互这个人兴奋，乃是要转化这个整个的族群，转化会通提升。过去南非真相甲和解委员会有一个真要紧的历史过程。这个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了后，全国伫遐弥漫报复甲恐惧。因为安怎？已经种族隔离结束啊！有的白人过去甲人欺负的，惊人报复；有的人因为白人有枪，所以嘛惊去互人去攻击，黑人惊因攻击。迄当时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大主教，伊就若亲像领受以赛亚先知即种的使命共款。
伊呼吁人民，咱爱伫上帝面头前悔改、饶赦、定心起坐。伊讲，这是圣神的工课，圣灵的工作不只使人流泪，而是使人学会宽恕与重建。圣神毋是互咱流目屎而已啦，是爱互咱有行动来赦免、来定赎罪。遐个曾经捌受暴力伤害的这个受害者，因伫基督内面选择原谅这个加害者。因讲，阮选择原谅你。我想这毋是人的溃力，乃是圣神的管压，互一个民族对怨恨的中间得到讨放，甚至是一种狩猎的中间受欺骗。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以赛亚预言的景象，要甲咱讲起，上帝已经竞选咱，咱毋免惊。上帝已经将伊的神如哈的险充满伫咱中间。这毋是要来充满某一个人，是一个群体信仰的群体。咱来为着上帝国来做见证。我想这是先知甲以色列人讲：恁有一日要得到讨放，要转去啊！恁敢准备好啊？若准备好，恁就爱成做一个使者，上帝的使者。咱台湾的基督徒，咱嘛爱去思考，咱敢愿意成做一个使者，求上帝的圣神帮助咱，行出去教会，咱就是成做一个上帝国的使者，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互阮知影救赎毋是结束，乃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使命新的领袖。感谢你救赎阮，也恳求你帮助阮，互阮领受这个使命，互阮的社会搁较行伫上帝国的公义甲人民的中间，来起造阮的社会有上帝国的香味。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正诗第505首，我要重拾。正诗505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我要
请坐。即时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祈祷。第一，请为着新当选的中职甲2026年复赛的安排来祈祷。第二，请为着2026年年度事工的协调会议算的会议，咱的事工来祈祷。第三，为圣灵伫化儒的时代中来带领人类的前途来祈祷。请大家共心开喙来祈祷。即时，请今仔日的事县长陈主任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搁一摆，阮带着感恩的心，为着教会甲世界献上阮的祈祷。内心，阮要为着新当选的长老甲执事献上阮的祈祷。感谢你竞选因，也用信心感动因，互因有教义的决志甲热情，甘愿奉献因的心。分别因的时间来服侍你甲你的教会，求你赏赐因对你来智慧、热心以及谦卑。伫2026年的服侍安排中，通领受对你来异常甲开纳，来成做无私上好的同工，做伙牧养属你的羊群，互教会逐项事工，拢通合伫你的心意，来得到你的祝福。阮也要将2026年事工协调会以及有算会议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每一个参与者，拢知用你的心做心，用互相体贴、同心合意的态度来讨论，也特别求你赐予分辨的能力，互阮所做每一个决定，无论是事工的规划，也是资源的运用，拢通成做你阳光的出口。将稳定甲祝福带互搁较侪个人。最后，阮特别为即个充满忧愁、挂虑的世代来暗里呼求。面对环境的变迁、社会混乱甲个人内心的不安，世间竟然对于未来有真侪的惊吓。恳求圣神同工，帮助阮有够也的信心甲勇气，通有超越目前困境的眼光。看见你伫历史中的主权甲计划，为阮心中带来真正的平安甲毋望，互阮的性命通因为对你真正完全信靠，来得到平安。愿你听阮的祈求，愿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直接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即时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大家来看通知事项的部分。通知事项第一项，咱欢迎郑阳恩老师伫台湾大学通识中心的学生，今仔日来参加咱的礼拜。礼拜后会由黄牧师甲学生伫中庭来进行分享。我们欢迎台大通识课程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今天的礼拜。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好吗？谢谢你们。请坐，请坐。教会在礼拜六晚上有学生团契的聚会哈，那欢迎大家，如果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想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可以来参加哈。那细节你们可以跟那个廖怡和你们的助教来请问哈。好，第二点，咱长老甲执事当选的公告哈。咱10月19，咱会员和会中间有来顺利解选咱新任的中执。新任的中执任期是对2016年的年初到2029年的年底吼。小会定伫2016年第1个主日，就是正月初4来举行咱中执甲各单位首长的就任式。当选的名单如下吼，敬请省略。长老是柯世忠、陈明德、蔡仁杰、邵玉贤；执事是郭慧元、廖丽香、刘乃如、郑立忠、钟友全。第三，咱圣诞节节期要到，咱伫12月初7主日礼拜甲12月24日平安暝的平安礼拜，拢有要举行圣礼典，欢迎有决志要受洗的兄弟兄姐会当来报名参加参加洗礼班吼。若有时间的冲突，咱会当甲牧师这边来另外调。若有报名的兄弟会当甲牧师也是长老这边来报名吼。洗礼班的时间是11月22到11月29。第三，第四，咱今仔日的圣经学校秋季班是正常上课，欢迎各兄弟做伙来参加。第5项，咱教会所办的公共论坛，即届的主题是大罢免运动的回顾甲申诉，有请到台大社会系的何明修教授。甲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宗宏教授做伙来主持甲主讲吼。时间是11月初2暗时6点半，伫大礼拜堂，欢迎大家来参加。第6，咱每礼拜5的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即礼拜5是请黄牧师来做底讲，有邀请到陈德基博士，伊要讲的主题是对西拉雅族新港社的理识家族的家族史来谈论什么是认同吼。欢迎大家来参加。第7点，2015年的伫香港放映的电影《10年》，是探讨伫北京的中共政权统治下的香港的政治
现况吼，已经10周年吼，咱伫11月初2下晡，就是今仔日下晡要来放映，详细来探讨吼，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日下晡3点半到6点吼，伫小礼大堂。第8，香港的电影不舍之罪吼，是对信仰的观点来探讨收分甲饶舌的情节吼。香港团契有邀请到即个电影的导演林森来甲大家做伙来对谈吼。时间是11月16的礼拜日下晡3点半，欢迎大家来参加。以上报告团契消息甲教界消息，请大家家己看。即时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伫遮来介绍咱的来宾吼，就先来介绍 Luke， 请去互咱来熟悉。伊是桂林姐的侄子啦吼。爸爸妈妈嘛，互咱搁一遍来熟悉好无？来。谢谢。另外一位是Wiggin， 对英国来。对英国来吼，来到咱中间吼，这个诗，互咱也甲下这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三个弟弟。三甲来吟上行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大家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愿恩惠平安对咱的父上帝，甲耶稣基督归伫恁。愿信心希望疼痛充满恁，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免。请坐，灭岛避花。若是需要带岛的兄弟，会当到外面的雨伞卡，有牧师同工会为你来带岛。